2026年4月30日每日靈修，專心聽主的話，全心仰望主。536專一仰望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神說，因為他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。詩篇91章14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個兇暴的國王，為了找一個理由殺死他不喜歡的宰相，就命令他捧着一盆水，由城外走到皇宮，只要中途掉下一滴水，就要將宰相處死。為了轉移宰相的注意力，國王安排了許多美女，在途中載歌載舞，又撒金幣在地上，企圖使宰相失敗。可是，在生死關頭當中，宰相目不斜視，全神貫注地穿過大街小巷，一心一意地想着把任務達成。最後，國王的計謀完全失敗了。默想：面對生死存亡之時，必然專心一意。你是否可以有如此堅定的態度來面對主呢？讓我們學習天天仰望神，定睛在他的身影上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是我們的依靠和磐石。除了你以外，我們還能有誰呢？有你掌管我們的一生，就算遇到狂風暴雨、高山低谷，我們都不害怕，因為你必與我們同在，帶領我們平安經過。祈願我們一生尊你為大，專心仰望你，忠心跟隨你，直到見你面的時候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